拿手菜就是蛋炒饭。这菜名叫什么？叫香菇刺肉羹。今天它是主香菇赤肉羹。我现在要加酱油膏1/3，然后加太白粉。等一下来看它。啊，不是直接倒就好了。这一招是我从电视上，从阿基师那边偷取。哪一招？哪一招？干嘛用？哎呀，哎呀，好心不错。哎呀，欢迎你们再次的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，大明星来下厨。欢迎光临，晚安。又到我们合府大侠一起来观赏好节目的时候了啊！很希望呢，《型男大主厨》这个节目呢推出3年了，将近3年的岁月呢，能够呢让这个节目赶快得到金钟奖的肯定，好不好？真的，这样我们才可以换布景，拜托。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2位主厨。好，首先欢迎呢国厨纵贯线1级料理达人，我们最敬爱的阿基师。阿基师，各位主持人詹姆士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阿基师好。你好。另外一位是创意料理界非常有希望、未来远景、未来相当不可捉摸的这一位，忧郁小珍，詹姆士。詹姆士，阿基师，观众大家好。詹姆士好。今天来到的可是大队人马，哎呦，今天他们的双生双旦的组合啊，对啊，听说要同门相残啊。不晓得他们之间彼此有没有感情呢？观察他们在化妆的过程里面，他们没有什么互动可以看得出来。是。其实他们私底下是有一些心结在的，是吧？我想也是。今天是我们的超1跟超22组人马大对决，欢迎黄文兴、王雅婷以及艾成林伟，欢迎他们。欢迎！你们好。今天的学长学姐带着学弟学妹来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哎呀，不得了！我们2班已经发了一个合集，全新的合集，3月6号正式发行。我有我的惊叹号，惊叹号！哎呦，那怎么好意思？哎呦，好哎！来，请。谢谢。这次呢，我有看啊，其实。艾成在这次可以说一直从后面慢慢的追赶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，在最后的总决赛、总冠军赛的时候，已经非常有这种职业的表演。我已经想说，就是拼第3名嘛。我那时候是积分赛是第3名，想说全力的拼第2名，坐3望2，对不对？真想要把我干掉。是吧？因为我那时候，但是我没想到最后徐琼英居然感冒生病，居然感冒。其实你着实的窃喜蛮。我还想说，对，那天来的真巧。太过分了。你的服从意也不错，说实在话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可他有点小细节，是你表现的太好了，对，好不好？谢谢。 4位都是唱将，我们呢让大家唱一点，好不好？我们是以出专辑我有我的惊叹号这组人马来呢，还是我们的学长也可以唱？是前辈先啊。哦，这样子啊？我们前辈先啊，长幼有序。我懂你的意思，你要压轴的意思。心很重哎，我了解你了，我了解你了。好了，那这样子 Lady First， 好不好？大眼睛，你先来一段，好了，好不好？预备起。 Oh baby， 爱什么稀罕，不要再等待。你若是要拜，只好说声拜拜。爱什么稀罕，我选择孤单。你若不敢爱，决定不算太晚，就是要从现在把你赶出我门外。掌声鼓励。你们压力大了，第一个就这样唱了，你们后面怎么办？是，对不对？那边得第1名的举手。 艾成啊，第2名的举手。好，哦，2个第2名。啊，没有关系，我第4名的举手。第4名。我第5。你先缺了一个第4名，那我们就照顺序来了，好不好？好。第2名，第3名还不先唱啊？那我唱我们专辑里面的歌。这里面唱我有一首歌叫《深深》。是谁的歌啊？ 是因为我们是配合全球华语歌曲创作大赛，华人创作大赛那次，对，好新的全新的歌，全新的歌，没错，我以为口水歌那就对了，就是2万多首选出来的前10首的，有没有那么多？2万多首，是真的啊，对，来深深，好吧，预备。口口声声说不可能，朋友的话成了真。该是我的就会是
的。哇，抓到机会跑起来打歌啊！唱长一点啊。林营卫的，刚才有说要唱一整首啊？没有，我唱副歌啊，我的副歌。你的副歌那么长。对，这个好听，哎，凄美的感觉。哦，第二名，王文兴你要唱我都睡，唱什么？哦，我唱我都睡好了。我都睡啊。对。上次唱过了啊你。不是亿万什么亿万面包的幸福的吗？伊万克拉的幸福。亿万克拉。我这样讲，观众才会记得啊。对你以为我故意讲错的？我想说，钱我有送你，我呆啦那。么快就忘。台北。我的人生一步一步快变成地球首富，因为你的爱是我保证的收入，一步一步有用不完的财富，因为你有我1万克拉的幸福。哎，不错吧？唱这好听。第一名，危机意识，危机意识，来听一下预备，有舞蹈在，对预备，好嘞。我就像是你的傀儡，像你是操纵的线，24小时的束缚，公开哦，你才签，不能坚持自己主见，唱歌总是学不会，现在开始彻底改变，要让你后悔。好欣赏你哦！你说唱就唱，说跳就跳，哎。是啊，不是说唱就唱，不是这样说，是他早就想跳了，他酝酿很久。等很久了，毛起来跳。很爱跳，因为他叫他好好站在那边唱歌，他很痛苦。今天来看厨艺，好不好？待会有很多话可以聊啊。先欢迎他们4位。好，意大利进口彩菜锅就等着今天2组人马了，来进行我们的大明星私房菜，各就各位。先从雅婷跟黄文兴这边开始，但是这边有位中男子，他在做什么呢？你在干嘛？唤醒一半仙，转路转都是转现，脑中千夫总万贯，将下文武半边天。睁开眼睛要睁开，眼睛要睁开啊！眼睛要睁开啊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好有趣哦。怎么样？刚刚配置还可以吧？这位是谁啊？这位是谁？谁可以介绍一下？特别从高雄请过来的主你的影迷嘛，是吧？不是，是我的那个粉丝啊。粉丝啊，他拿手菜是什么？拿手菜就是蛋炒饭。听说你是这个霹雳布袋戏的戏迷的戏迷哦，对，你是不是应该来一段什么主题歌给我们看？拿手的，来，现在来讲。我可以抄我。你会操作它？你抄我会。对啊。去哦，你会抄我，来。抄偶，你本来就是抄偶的啊。因为其实我本来这个渊源很深了，我本来呢想要进去做抄偶，可是那时候没缺人。那于是因缘际会，我也当了抄偶。哎，这一尊很贵吧？我想。这应该差不多啊，这尊差不多2万高。那我先把它投到。为什么帽子要拿掉？因为它这样会感觉比较飘逸。哦，有碎。哎，他下巴是屁股下巴，哎，好可爱哦。对啊。黄昏旋风冲破掉千米奇幻秋风，伊的破开转眼地后天光，忍受万古山河，必魂现空，陪伴游杀玉带结束，行李阮月打破了万里长风，伊敢动之天甲天动，顿转贡献一种万古江山，又会何来？一头，碎。你刚刚唱就是他的主题歌的。没有，是这部戏的主题歌，可是它是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。对，可以将你的一朵莲花插进来的吗？把它插进来。好，那我马上就把它插进去。他从哪插？这个大概一边在市面上大概有几尊啊？这个看观众的需要，因为有人他如果想订，有人订他才做就对。因为他这个每一部的那个灵魂人物都不一样。质感好好哦。对。来，那我们就让他陪伴着我们来做菜了。好，今天拿出的私房菜，那你今天带来什么菜来？今天带来的是，我们还有代购单家的，因为他占了我的位置。黄文兴做菜无法分心，而林英卫则是靠感觉。丹诺。
的是，我们还有带过单家的，因为他占了我的位置。我今天要带来的是那个虾仁蛋炒饭。虾仁蛋炒饭，哦，很好，是。那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啊，我在等晨晨哥。快开始了。好，那一开始呢，我们先这边有虾仁，先水里面有没有加什么东西？没有加。有。加什么？加那个米酒，加米酒，就让它去一下它的腥味，去它的腥味。是没错。黄文兴有样子，因为在厨房毕竟在厨房帮过而已，有样子。来把它弄散，快点。你先烫一下虾，你再动作慢一点好不好？好，来看一下艾辰跟林莹蔚来这边请来。哎呦，你看看这幸福的画面，你看看。哎呀，你们俩好搭哦。好搭，兄弟两个。我说，好像一对。是吗？因为找男人就是要找我这种的，就是会煮菜的。哦，是。这菜名叫什么？叫香菇刺肉羹。对，今天他是煮香菇刺肉羹。刺肉。哎呦，这肉的口感很重要哎。你刚刚在哪边加下？你要讲，你要用讲呀。我刚刚打了一颗蛋，然后加了蒜末，对，咸蛋跟蒜末，然后因为要腌肉，腌肉，然后我现在要加酱油膏1/3，然后加太白粉，等一下来看它。啊，不是直接倒就好了。不错啊，你们倒。加那个是什么粉？太白。可以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了。可以哈。那个是你妈妈吗？对啊。哦，她好担心哦，她头探出来超多次，我想问她是谁。妈妈可以说啊，妈妈超担心的。在超级偶像可以说是亮相最多的妈妈了，真的。而且呢，也是个泪腺特别发达的妈妈，真的。对，她随时一个不小心。阿娥姐好，跟镜头打声招呼。阿娥姐好。哦，对，那个要先丢到高汤里面。这是高汤啊？对，就是切笋子。对，笋丝跟香菇丝嘛。对，切片，然后这里面都是高汤是吧？对。然后那个水是滚水的情况下吗？把它要再煮沸吗？要煮滚吗？要，就煮熟它就对了。然后呢，这边刚刚已经抓的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酱油膏、蒜蓉、蛋，丢下去烫。对，你要一条一条把一条一条丢下去烫。对，好，烫熟就好了，这样。好恐怖哦！恐怖。那这个粗活叫他干啊。艾辰，这我来，大一点吗？不，火就要大一点吗？火要大一点，水要滚。对，最爱滚我啦。要，妈妈说要。好，你们两个通力完成哈，我要回去看一下他们那个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呢哈，超不要输超一的哈，好，不会输。来，对面来这边请。哎呦，还会翻锅。他会了，他因为煮2年了，还敢讲你输了就派拱来拱。那个对面的因为他是临时恶补的哦，真的哦，恶补的哦，看得出来他不太会做。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切菜啊！你卖转蒙哦。黄文兴，你给他冻结。哎呀，你这样没有好男人的感觉呢。他刚刚一直骂我。这个手有没有？手拿轻一点，好不好？用这个，雅婷，你平常私底下有跟黄文兴就是有单独出去过吗？不可能，没有都没有。在公司遇到就一起去吃个饭这样。雅婷很难单独的。为什么？没这个习惯的。你怎么都那么了解他们呢？你在跟监他自己。有时候对已经都了解他们的生活作息。注意雅婷很久了。阿基师，你就替我做主了吧？这什么戏啊？可能你的眼光不太好。然后现在呢？你现在做什么？现在这一招是我从电视上从阿基师那边偷取。哪一招？干嘛用的？放进去，再放进去。哎呦，有在看呢，不错。哎呀，是的啊。用2颗全蛋是吧？对，2颗全蛋。饭会不会太多？你刚刚的饭是挤多少的量？大概3碗饭还是4碗饭？对不对？这个对，差不多4碗饭左右。4碗饭。那送我脚哦，我带你们就开口了。哦，那我们要到对面去喽。好不好 ？OK， 来走，艾辰林因为。好，我们家肉已经烫好，拿起来了。这个要倒多一点，对不对？这样也不能，我们在比赛。林因为严格，这是一个严格的比赛。你可以问你妈。
没关系，我有阿基斯，你有阿基斯，我有艾辰呢，那没有用啦。但是没有用啊。我要等到那个。他都很排斥我们这种年纪比较大、稍长。你年纪大吗？你哪有年纪大？你很小啊。你这边唯一能够跟你年纪差不多只有夏雨乔哎。然后呢？对，你要搅洗。然后你要做什么？加这拉熟了，还要煮加一个熟了以后太白粉，要勾芡要啦，勾芡，还要勾你芡们。要完成啦。那我们要加肉，对不对？你猜啊？要先加肉吗？哦，对，先加肉。来，你加一个。怎么加？因为你也真的蛮好玩的，可爱。因为家里只有一个这样子嘛哈女生吗？还有个弟弟。你还有个弟弟哦。这里有。有没有勾芡？还没啊？你妈问你有没有勾芡？还没。勾芡。勾芡。我来，妈妈快进来算了啦，阿尔姐。你有试个咸酱无？无呢。当然试一个。来试一下，你试一下味道。算是你第一次做菜哦。平常是煮少一点。好。一捆干了。安诺，这是多我。一下。可以。你确定？可以的，可以就可以勾了，就不用再懂不懂加了？要调好味道再来勾。哦。再加一点点。今天的指定菜是卷寿司。等一下，我们来思考一下啊。味淋吃起来不要翻我味。们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提醒他不能。再加一点点。慢慢加，慢慢拉，真的慢慢加，慢慢拉。不是全部要加进去的。这很淡，这样子来拉。你这是香菇刺肉羹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差不多了，来我们到那边看看，好不好？来剩下3分钟，对面走。调味了吗？里面还没，还没有。要什么？那个盐跟盐。文心呐，哎，还水啊？啊，你不是要盐？等一下，不要吵我。你不要擦汗啦，他流汗了。不要擦汗，没有看我在流汗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样合作的感觉啊！哎，怎么擦你知道吗？要撩起来。我的发型。那人家这样擦的啦，一点都不浪漫。调味，快点！哦，真的着实令我感到紧张。最后30秒。上尾30秒的时间，看你这个饭安怎炒。你还加味精？你看王阿婷今仔日就4连加喽！最后的10秒倒数。来，我们看对面的汤煮要怎么样？来到对面来，这边行，来走。成这样。哎，有刺客刚才。给你啊！我们有帮手，因为他的妈妈呢说今天一定要赢那个锅子，要妈妈超喜欢锅子的。好，今天是超1跟超2的大对决时间到。哇！今天看到了一桌的丰盛啊，有饭有汤，真的。好，我们先吃黄文兴的饭，黄金炒饭来。很香哦。至少味道还是要对啊。你是不是第一次学阿基是这样炒饭的？以前都是蛋直接打就对不对？就第二次，第一次是昨天晚上，就特别，对啊，因为我没有用过这一招啊，好过关了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还不错的。对啊，林慧可以吗？好吃啊，知道吗？我什么都好吃。对啊，这个很好养。他刚刚来通告前已经吃了一坨了，我没有，没想到他还跟我说他很饿。他们很好。他在发育嘛。越拿一碗还在发吗？有发的厉害。香菇刺肉羹，来，各位，今天这个局面沙很大哦，各位来。雅婷觉得怎么样？好吃，我也什么都好吃，真好养哎，你们。今天汤厉害，
还是饭精彩？准备举牌。两位主厨仔细的思考，因为关系到两组人马今天的最后的荣誉。请举牌，1、2、3。哇！你看妈妈乐，你看妈妈好开心，妈妈也太开心了吧！各位冷静。票2票都在这边的时候，对方的那一边一定不舒服，不要叫这么大声，没礼貌啊你们！不要这么大声。赢在哪里？输又输在什么地方？阿基师，请说。好，那其实艾成今天在选材上面就占了很大的优势啊。第一个，恰巴金，你的笋子跟香菇会比这个炒饭来的讨喜。那当然，今天这个炒饭呢，我再给个建议做调整啦。虽然你看到我里面有撇布搁到塑胶袋里面，但不是全蛋，蛋黄就好。啊，是蛋黄。对，因为蛋黄就好，蛋白全蛋下去，蛋白很多的水样蛋白。对，你撸差一撸吃醉了。然后你蛋会越炒越糊，甚至于影响整个饭粒的米香。公爱都对哦，你给蛋黄就可以了。蛋黄，然后炒出来以后，蛋黄里面的卵磷脂，就算你炒的火功稍微差一点，蛋黄香还是会出来。对，那因为你今天可能，也有一点紧张了，饭你搁多了，你看这边还截球，还截球。圣公把那个被换一半了，对不对吧？可惜啦，2-0，非常漂亮的，目前暂时领先啊，暂时领先。这个漂亮的锅子不急呀，真的吗？不是已经赢了吗？还你们都比了大半年，我们比一次就赢了。来公布指定菜，詹姆斯准备。今天的我们的指定菜是什么呢？卷寿司，相信大家都吃过，但没做过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应该都没做过。没错，卷寿司是我们今天的指定菜，想不到吧，各位？这个席子决定这个菜的成败啊，是会搞这个席子会用的人才会赢。来，詹姆斯会提供重点给大家啊，各位都没做过，手上动作停下来，请。那卷寿司它最重要不外乎就是你要拌醋饭，醋饭如果过酸的话，那它可能味道就比较没有那么好。再来就是卷起来的形状要漂亮，然后要紧实，你要卷起来松松，拿起来饭就掉下来。其实就这2个。那至于里面寿司的里面的料，其实是可以自由发挥，看个人嘛。对。罗宇，错律师。2位，请就位。动作好。阿姨，10分钟计时开始 ，start。哎呦，这是饭吗？醋饭，那加醋。那个是不要讲话。都不要讲话。我懂了。你现在在忙什么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在煎蛋。你那边加了什么？我加了白醋，然后加了白醋，糖，还有什么？白醋大声一点，还多少钱？白醋跟糖，各位，还有芝麻，各位还没啊，还没，就这样子这样。你要不要试试看味道？因为可以试试看。来，现在8分钟，看另外一边，走。里面放了什么？放了什么饭里面？我先放了醋，然后后来刚刚听到对面我才知道要放糖，味淋好。对面放一定是对的吗？放也不一定对啊。它有陷阱。他原本一开始想放黑醋嘞。这里面有陷阱吗？有吗？你也在煎蛋了。对啊。确定要放糖？要放糖吗？放糖不要。我不要。难吗？这个东西？这个关键到底在哪？醋饭的味道嘛，跟卷出来的形状。醋饭的味道跟卷出来的形状，对，看它的剖面嘛，是吧？剖面也是啦，对不对？因为寿司啊，比的就是比构图啊。好吃哦。不好吃。困难的来了！完了！它由外往内也蛮妙的，通常都由内往外。那我这个也要一起卷进去吗？你忙你的啊。好吃哦。不好吃。但是有酸了。是这个味道吗？温馨尝尝看，他搞不好有别的不同的看法。不会，你是不是放不够多？就是很醋很醋，酸哦。你这么嚼了，可能没够嚼。再放一些味淋。好，再放一些味淋。还是要等
等一下，我们来思考一下啊。味淋吃起来是怎么样？不要放我们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提醒他，不能再这么放味淋了，不能这样讲。我不能这样讲 ，OK， 不能这样讲。那放糖呢？可以放一点糖，其实。真的吗？放糖。真可以放？真的。糖，你决定。詹姆士说对。来，只剩6分钟，请把握机会，好不好？你放糖了是吧？好。不是说可以搅一下。你自己决定啊，这个东西你要吸油的。是吧？哎呦，好，它要吸油，蛋煎好了，来另外一边，爱成林因为来这边。目前做到现在，目前为止看得出来谁做的比较接近吗？没有。啊？哎呦，要放一点油是吧？还这样保鲜膜。不然会黏黏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厉害了。所以要先铺什么？是先铺饭还是要海苔还是？哦，对哦，是海苔。对，一个还是两个？就处理也是。真的，它整个很可爱。在哪里啊？哎，你知道卷寿司跟饭团的不同在哪里吗？哎，你们应该有吃过啊？会吃跟会做是两件事。两个世界的事情。这倒是很难。看到没有？他准备要做巨无霸饭团了，各位。这样放吗？还是这样？应该这样说太粗了啊，太粗了。哎呦，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？会吗？算了，没关系。黄瓜这么大片哦，人家家境真的不错哎，我觉得。你黄瓜会不会太大了？小个懂啊，人家家境很好哎。你要放几条？你被 K 除了。现在真的是无头苍蝇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整个很慌。好，这边开始包了，也不知道该干嘛，不知道怎么包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看对面好不好？关心他没来走。我全部加了。来，2分钟。先饭吧。先饭是不是？对吧？你先把帘子倒过来吧。啊？哦，对。看人家这样做，我好轻松。我好感谢你们今天两个一起来哦。真的吗？万一我跟夏雨要看到这不知道怎么办。真的。为什么饭会变这样啊？刚刚醋加太多了。这是什么鬼？目前你看两边有没有稍微有谁像一点呢？你如果硬要说的话，对，那边的饭好一点点。哦，比较没那么湿，因为这个已经变稀饭。我跟你讲，你们现在的赢面就在于卷得很紧。真的吗？你只要卷得好，你就赢。卷得好就赢，真的。所以饭已经不重要了。哇，困难的来了！完了！更加油，黄心加油！它由外往内也蛮妙的，通常都由内往外。哎，好像可以耶，可以的，好像可以耶，只是怎么那么大一卷呐？好，看来是差不多了。来，最后的30秒钟，看对面在这边请。那我这个也要一起卷进去吗？你忙你的啊。你觉得我们吃的时候有吃到莲子吗？哎，对哦。怎么会问这么奇怪的问记得我小时候，也不会有保鲜膜在里面。我们吃的时候也不会吃到保鲜膜。你没有吃过寿司啊？你要用莲子卷啊，亲爱的。倒数10秒。啊，我知道。哎呦我的妈！少人帮忙啊！没有啊，我越忙会越忙啊。你卷很难卷哎。好，今天的卷寿司完了。节目开播以来，事实上也应该有一些难度的东西。不要以为它简单，那个洗手，说真的，你不会用就是不会用。它有很多巧劲在那边。时间到，完成。哇，给你一点时间，把它卷紧一点，好不好？把它卷紧一点哈。来，现在来我们看一下詹姆斯为我们示范一下
卷寿司。当然了，喜欢吃日本料理的人很多了，喜欢吃寿司人也不少了。这个家里面就可以做的事情，怎么样来完成？来，基本上我必须要先声明哦，因为这个卷寿司它真的难度是一定有哦。那我今天在这边示范，并不表达我很会做。好，我从以前在日本念书的时候一直到现在，我也不过卷了3、4次。才卷了3、4次而已。对对对，先讲了啊，他有卷不好，他有理由。弄台阶，盐1汤匙，台阶先搭好。盐要1汤匙啊。1、加盐哦。 2、3、4、5，汤匙，盐1，糖5， 1、醋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醋饭这个醋水进到这个饭里面，它还是有变。好，是1比5。1比5。对，其实今天的饭煮的严格说来，对做寿司来说不是好的选项。太黏了，太粘稠了。好，一般寿司的话，我们一般煮饭是白米跟水大概是1.2倍左右，可是煮寿司的话，大概6杯的米，它5杯多一点点的水就好。水要稍微少一点。对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米要干，你才有办法能力吸这个醋。哦，做寿司要连碗一起下去的。太黏了啊！阿健老师会笑得太尽兴了，1比5左右哈，尽量哦。所以大概1时半左右就够了。这么少？然后你要把它化开，真的，让饭平均去接触这个，要一直翻。所以待会的 nori 你会烤过吗 ？nori 我不用烤，不烤。对。我们现在来煎蛋皮。那煎蛋皮要不要加油呢？要加一点油，要加一点油会比较漂亮，可是不要太多。刚才煎蛋皮有加油的举手。你跟他说什么这个？他马上那边一举手就，好像是我的错一样哎。你以为有点怪怪的，怪怪的。哦，差不多就薄薄的1层这样就好了。1颗蛋就好了。1颗蛋就好了。我们今天做的量没有那么大，一点点，1卷而已，1卷就好了。我们刚刚太奢侈了，都用2颗蛋，加进好了。你看蛋皮多漂亮！哇，好漂亮！哎呦，等旁边这个部分有一点自己跳开来之后，就已经是熟了。旁边翻开来就是 OK。跳开。它旁边会翻开哦。会。它当它干了以后，它就有没有它趴的，它揪一下，对，它就翘起来，很快马上就要起来了。你看现在用手一抓，哇，这样就好，平平松松。还要加热啊？让它刚刚湿的部分把它全部烘干嘛。湿的地方烘干，因为你这个一样，你如果有这也要放它凉。如果说你有湿气的话，它待会也是一样，那个海苔就软掉了。都怎么样都会影响到海苔，所以海苔在里面，待会要包进海苔里面的每一个成分，都要注意到它的状态。对，没有错。哦，这样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没有一个是热的喽。对，对啊，充其量就是待会的酱汁可能可以用热的。酱汁，对，有酱汁啊。蘸酱要如何制作？而卷寿司有什么诀窍？想学会卷寿司的您可千万别转台哟。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没有一个是热的喽。对啊，充其量就是待会的酱汁可能可以用热的。酱汁，对，有酱汁啊。你当然也可以选择不用酱汁啦。那我觉得我们这个，因为今天我们准备这些料，其实不太适合沾那个 wasabi 醤油。对，所以我们做一个酱汁会好一点。我的备料里面有2个陷阱，是哪2个啊？番茄酱跟黑醋。陷阱。对，刚刚我们没用到。有加番茄酱跟黑醋的举手。没有，看起来就不太可以。对啊。林一慧，你再说一次，你刚明就要加黑醋哦，是我支持你哦。把它切成稍微细一点，但卷起来比较好卷。然后切细一点，细一点，对。然后切得蛮平均的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希望它每一口吃起来口感差不多嘛。哦，我们先来做一点酱汁哈。你这里面加什么？味淋跟酱油。味淋是这样加的哦。对。味淋。好，我们再把它拿出来。这酱汁是可有可无的。其实可有可无。有一个酱是比较好。米做的。
好，现在开始要进入比较困难的阶段了，就是我们要来卷寿司了。詹姆斯即将发挥他从日本学厨以来第5次卷寿司。各位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他利用这个过去的多年的所学，展现在国人的面前。好紧张哦，没那么紧张啊。到底会成功还是失败？到底会毁了他厨师的名誉呢？就在这个卷寿司，失败跟成功就在这一卷之间。一卷之间，在人生有很多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到底詹姆斯对于寿司有着什么样错综复杂的情感？欢迎收看《型男蜘蛛网》。老师，这音乐真配得很好。哎，你为什么把那个海苔弄一半呢？我卷小卷啊，卷小卷哦。对，厉害了，他现在是把饭全部铺满哦。哦，它慢慢的铺就会平了。有我们有，因为我们料放太多，人卷根本卷不起来。人家这边在忙，你在那边。他现在很紧张哎，弄他。什么？阿健，冷静，阿健。我那么开心哦！我什么啊？哎，你在干嘛？反过来。它是饭在外面的那どうしたの？兄貴、巻き寿司だよ。巻き寿司。そうなんだ。何あれくんですよ。反过来卷啊！狗老板是反过来卷啊！随便嘛，你要怎么样卷其实都可以。它是卷那种饭在外面的那种卷啊。そうです。有一种寿司是这样。说出这种。对。要看呢，你到底要卷。可以的。因为我们这样不够吃啊，你要卷啊。他一定会搞砸。自我加油呀！还会紧搞到要张举重哎。来了，很好笑。哎，好可怕哦！詹姆斯到底会不会成功哦？詹姆斯，行了，再做最后的谐音就可以了。成功了没呢？当然。的料理，好励志啊！有没有？很励志。那芝麻不用抹得很匀嘛？不用了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们量没有很多，量没有很多，是。哎呦，越来越像了，是。这个好厉害哦！饭在外面好像比较难弄哎。好像比较难哦。对，好像比较难的。都会怕说那个饭会散开。这样要美一点，因为这个饭今天煮的实在是太软了。今天的饭你早上一来我就觉得煮的烂超很糟。哦，有 feel 哦，有 feel 哦，是有 feel 哦。才4个哎。对啊，还有另外一个层要卷啊。等一下我们再吃再对切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好，好吧，辛苦了，鼓励鼓励。好。
我们很感动，看到我们今天成功的做出了一个寿司，这样的寿司卷寿司卷得非常非常的有难度哦。好了，卷寿司各就各位，上菜。豆豆，它这个中间这些啊，这些寿司是有必要的吗？淋一点。点缀了，因为我们其实醋饭味道没有很重，里面呢只有这个塔古旺，就是那个黄色的这个腌萝卜、腌黄瓜、腌萝卜，是腌萝卜，对，它是有味道，其他其实是还好。来，请拿起各位的餐具来。刚刚好，刚好啊。好好吃哦。我们现在饭煮的太黏了，对，今天饭真的太软，太黏。饭煮的太，我们饭煮太黏。对，他刚才已经这么注意饭的那个湿的程度，都已经是这样了。对啊，那你们怎么办？你看文心的整个都变那个糊掉了，会有点像马奇那种。你的也是好不好？肉都跑出来。大人，先不要急着攻击。我知道超一跟超二一定有一些鸿沟在的。我们先吃学弟妹的，再吃学长姐的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各位，请吃这边的。林卫，开始笑啦！你笑什么啦，薇薇？你这有下毒是不是？你不要整个吃哦，整个吃我受不了。你们两个怎么自己表情那么怪啊？不，你醋放太多了。好，各位，6个怎么分？我们有吃过了，我们刚刚有吃过，你们是你们有人吃过的。对，我们把那个炒的真的假的？还是啊。太酸吗？酱太狠。哦，嘴巴张不开了，好黏哦。如果1人1票，也是他们赢。中央全民得过2票，了解吗？因为照你们这个东西，得不到2票。我先这样讲，让大家比较舒服一点哈，好不好？所以待会结果出来不要太意外哈。好，看准备，指定菜卷寿司。私房菜的寿司2票对0票，现在结果指定菜是多少？1、2、3，举牌。恭喜1人1票。1人1票。在本身准备投给他们。其实严格说来，两边都是稀饭。那当然说比较直接点，这边的稀饭是稍微比较稀了一点，稍微稀。可是我们在刚刚讲，因为味道我们已经不去评量了，因为两边味道其实都没有调好。那我们自己形状。那刚刚因为大家都已经吃完了，所以大家可能刚刚没注意到，因为这边在卷寿司的，它最后的尾端没有粘起来，它的蛋卡在那个地方，所以是散掉的。那这边呢，虽然说是很像稀饭的粘在一起，可是它最后成型是一个圆形，是不会散。OK， 对，所以我选择这样视觉上，而且拿起来一个卷寿司就不能拿起来就散掉。那这边刚开始一拿起来是散掉，尾端的部分并没有粘紧。OK， 没有粘紧。对，但是阿基师给的这边为什么？我给他是因为他搁了肉松进来，味道跟詹姆斯老师很接近。OK。那其实今天两边的米饭也不能怪他们，我们本身制作单位在蒸的时候已经没有做好很好的一个标准米板，没有。那当然散因为都不是专业，所以在这个部分呢，我就要求没那么严苛，味道接近就行。对。好，总票数3票对1票，恭喜超2获胜。来，让我们接受我们的意大利进口炒菜锅的表扬，恭喜，恭喜2位。而且刚好呢，他们呢今天呢，林英卫跟艾辰呢也在宣传新专辑，再一次介绍一下自己的专辑，好不好？3月6号，我们超级偶像2班正式发行我们的合集，大家多多支持。惊叹号，好，而且呢，这次跟我们的华人所有的创作歌曲大赛呢做了结合，对，把你们这次的1到10名呢都唱了一首自己代表自己的歌，支持台湾的创作，支持正版，支持好歌。哎，这话讲得真好，你讲话比唱歌还好，你看。超1跟超2这4位偶像们，再给他们鼓励鼓励，谢谢。谢谢2位主厨，谢谢。大家记得准备好超越好看的型男大主厨。祝各位天天都有自己的惊叹号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谢谢。电锅达人吴秉承要教大家5分钟轻松出好菜。
哇，丝瓜细面盖饭，细面又盖饭，我们细面呢，你会想说是面条，对不对？对啊对啊，我们细面是丝瓜，是丝瓜，很像那个翡翠细面。这水里面没有加任何东西，没有加任何东西，我只要烫把它那个深色的感觉烫掉。哇塞，我没有办法想象这是5分钟做出来的。好清爽，你没有把它弄得很重的味道。对对对，因为你如果弄重的话，有没有？你整个口感又变不一样。来这油哈，哎哎呦，哦，鱼油啊，真的好我第一次看到人家用鱼油哎。今天的5星级试吃不玩猜题，要改玩猜拳了。 1、2、3。哎，怎么会？聪哥，你干嘛选我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哦，没有啊，你是不想吃的？笑里木工盖天下，立刻出动。啊，大红本次，你先出动。哎，吃到了。录的。